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还在清明节、儿童节连假的假期当中啊。岳云老师恳请大家呢，没事千万别出门。为什么？这几天呢，国内的疫情呢有越发的严重。与其出门去这个担心手怕呢，不如守在家里干嘛？练歌。来看一下，今天岳云老师推荐这一首新歌给大家，这是龙千玉小姐演唱的《高危玫瑰》这是2022年1月都是今年的正月啦，才发行的新歌。同时嘛是民视8点档《黄金岁月》这个8点档连续剧的片尾曲。作词作曲我们看一下，当，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这是一首 B minor 的歌曲。什么叫做 minor 呢？跟大家介绍，当一首歌的最后一个音是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是 minor 的音它是 minor 的曲子，就是小调的歌曲了哈。那这首歌呢是 B minor 的歌曲，就是 B 的这个音点下去，我们要这样拉这样拉所以这首歌呢是 B minor 的歌曲同时呢，它一个小节有4拍4分音符当做1拍来，你看1、2、3这个一个小节有4拍，也速度呢是721分钟有72拍我们看有多快，1、2、3是第一个音后面有点高我来给它降 key 一下来了，1、2、3。咪咪嗦嗦啦，咪嗦嗦嗦啦，嗦哆瑞瑞瑞咪咪咪瑞咪，再一次来，咪嗦嗦嗦啦，嗦哆瑞瑞瑞咪咪咪瑞咪，玫瑰有情，将毋捌开满9月时，玫瑰有情。将毋捌开满9月时，哆来哆啦咪瑞瑞，瑞咪瑞咪瑞哆啦，嗦啦嗦咪，1、2、3，哆来哆啦咪瑞瑞，瑞咪瑞咪瑞哆哆，嗦啦嗦咪，1、2、3。一段故事，你藏伫心内面。一段故事，你藏伫心内面。1、2、3。前面的这2句呢我们要看一下，开满这个字呢我们也可以读满，也可以读满。不过龙千玉小姐一读的是满同时呢第2句我们刚刚唱谱的时候觉得好累怎么音这么多对但是呢这是因为龙千玉小姐也歌呢拢唱起来柔柔美美所以她加了很多转音滑音所以就觉得音很多。那岳云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方便学习学习模仿所以把它的转音这个滑音通通标示出来，所以你觉得很多。事实上我们唱的时候怎么样？一段故事你藏伫心内面你把它转过去滑过去就好了。所以唱歌词的时候觉得也没多难，对不对倒是这里唱伫心内面，这个底呢在音节一大字底念唱的是底唱伫心内面我写了一个滴滴答答的滴提醒大家不是唱在心内面，唱伫心内面来我们继续下一句，嗦嗦嗦啦啦，嗦哆瑞咪咪咪咪嗦咪，嗦嗦嗦啦啦，嗦哆瑞咪咪咪咪嗦咪，陪你行过桂花开满这个字跟前面的满无同款，头前是满，它这里是读的是满来。陪你行过桂花开满的巷仔边，啦啦咪咪瑞瑞咪咪瑞瑞哆哆嗦啦，啦啦咪咪瑞瑞咪咪瑞瑞瑞哆哆嗦啦。听你讲铭心刻骨少年时，听你讲铭心刻骨少年时，
嗦啦，嗦啦，哎，这个嗦只有半拍，前面半拍怎么样？休息来，嗦啦啦咪瑞瑞哆瑞咪瑞瑞哆瑞咪嗦啦二停，嗦啦啦咪瑞瑞哆瑞咪瑞瑞咪嗦啦二三。一二，风雨满天，错过约定的日子。风雨满天，错过约定的日子。风雨满天，大家注意到了吗？有3个满哈，这个头前是满，第2个是满，第3个有个满哈，3个音，它读2种读法了哈。如果你要通通读满通通读满，我也没有意见，这是文音跟语音的问题，这个没有问题了哈，这不是问题啊，你习惯就好。好，来，我们从这里来，风雨满天，错过约定的日子。嗦啦咪瑞瑞，瑞咪嗦嗦咪嗦咪瑞咪。嗦啦咪瑞瑞，瑞咪嗦嗦咪嗦咪瑞咪。不愿放弃，生生世世等待伊。不愿放弃，生生世世等待伊。太医这个单台医的带医这个台呢真短1/4尔下过落来这一行为爱守护也是很短，也是2/4我有框框标示起来，请要注意我们唱到这下星星岁岁单台一呢，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来把主歌连起来然后再来接副歌来，1、2、3。玫瑰有情，将毋捌开满9月时，一段故事你藏伫心内面。陪你行过几回悲怨的巷仔边，听你讲铭心刻骨少年时。风雨满天，错过约定的日子。不愿放弃，生生世世等待伊。手中白玉的玫瑰，手中白玉的玫瑰。咪嗦嗦嗦啦啦哆啦嗦咪，咪嗦嗦嗦啦啦哆啦嗦咪。手中白玉的玫瑰，好，手中白玉的玫瑰从这里开始副歌来，手中白玉的玫瑰，瑞哆瑞瑞咪瑞咪瑞哆啦，瑞哆瑞瑞咪瑞咪瑞哆啦，刻着2人的名字，刻着2人的名字，来，手中白玉来。手中白玉的玫瑰，刻着2人的名字。哆哆哆啦，啦哆哆哆啦，啦哆哆哆啦，力只有半拍。啦哆哆哆啦，这修和修只有1/4拍，所以比较上就知道这个拉要短多，这个修和的修要很短来，我们来从你为爱守护来，你为爱守护，你为爱守护，守要短来，你为爱守护，啦啦嗦咪嗦咪，瑞瑞咪，啦啦嗦咪嗦咪，瑞瑞咪。苦苦等千年，苦苦等千年，搁一摆，苦苦等千年。这淡暗淡暗淡有4个音有4，所以呢，我写这里要推一下是什么？我们的气推一下，推。等千年而且这个千是后半拍来，从力来，1、2、3。
你为爱守护，苦苦等千年。咪嗦嗦嗦啦啦哆啦嗦嗦咪，咪嗦咯嗦啦啦哆啦嗦嗦咪。望月求天满心意，望月求天满心泪，望月求天满心泪，望月求天满心泪。哦，这一句呢也是。这个音好多，跟上面一样哈啊，这里呢嗦咪咪哎，这个满心泪，还有比上面这个北约的每的还多一个音出来哈，哎，所以呢哈转音很多。望月求天满心泪，瑞哆瑞咪瑞哆瑞哆啦，瑞哆瑞咪瑞哆瑞哆啦，一步之远心影里，一步之远心影里。一波啊，不是一波啊。我们龙千玉小姐读的是文音啊，不是白音，所以请要一波。一波之远心影里，哆哆哆啦啦嗦啦嗦啦嗦咪嗦，哆哆哆啦啦嗦嗦啦嗦啦嗦咪嗦，哆哆哆啦。啦嗦嗦啦嗦咪嗦，哎，搁一摆来，哆哆哆啦啦嗦嗦啦嗦咪嗦，哎，这个胸矮的胸呢，哦，要短短的，跟这个修火一样，很短，对不对？明明相爱变成花里记，明明相爱变成花嗦啦嗦啦嗦咪变。啦嗦嗦啦嗦咪，啦嗦嗦啦嗦咪。哎，同学说，老师这一句我都觉得怪怪的哈。哎，来，所以我们把这个变形灰里笛来重复的多唱几遍来。明明相爱，啦嗦嗦啦嗦咪嗦，再一次来，嗦嗦哆哆哆啦。啦嗦嗦啦嗦咪嗦，哎，这个变形跟这个灰这两个音呢一样高啊，变形。明明相爱变成花里记，变成花里记，变成花里记，有没有？来，明明相爱变成花里记。来，我们从望月这里一起来。望月求天满心泪，一步之远心影里。明明相爱变成花里记。咪嗦啦啦西哆西哆西，这个西哆呢啊有半拍，西哆西啦咪嗦啦啦西哆西哆西啦。咪嗦啦啦西哆西哆西啦，哎，我们唱歌谱的时候呢，音好多啊，唱词就不会啦哈。今生无缘在相见，明生无缘在相见，咪嗦啦啦西哆西哆啦。咪嗦啦啦西哆西西哆的啦，哎呀，好快的过去了哈，哎，这个一拍而已要唱5个音呢，哎，我都觉得哈，但是唱转音就我们唱字就不会了哈。今生无缘再相见，今生无缘再相见。同学有发现吗？我在这边今生的今这里闭口音这里写什么？气多声小啊，就是这个金因为很低，而且它有闭口音，所以我们气呢哈，我们唱歌的时候这个气呢出多一点啊，声音就小一点。今生无缘再相见，今生无缘再相见，哆来咪咪咪咪嗦咪。哆来咪咪咪咪嗦咪，心也永远对伊去，心也永远对伊去。来，从今生来，今生无缘再相见，心也永远对伊去。瑞哆咪瑞，哆咪瑞，哆瑞哆瑞哆啦啦，你也水来。瑞哆咪瑞，哆咪瑞，哆瑞哆瑞哆啦啦，2、3、4、1，停。
你的水是女人的情意，你的水是女人的情意。好，一样，我们从望月求天来，1、2、3。望月求天满心泪，一步之远心影里。明明相爱变成花离枝，今生无缘再相见，心也永远对去。你的水是女人的情意。停，好，间奏5小节，来，1、2、3、4、2、2、3、4、3、2、3、4、4、2、3、4、5、2、3、4、1、2、3。玫瑰有情，将目开月到月时，唱错了，对不起。玫瑰有情，将目开满到月时，一段故事你藏伫心内面。跟你行过几回开满的巷仔边，听你讲刻铭心刻骨少年时。风雨满天，错过约定的日子，不愿放弃，生生世世等待伊。手中白玉的玫瑰，刻着两人的名字。你为爱守护，苦苦等千年。望月求天满心泪，一步之远心影里。明明相爱变成花离枝，今生无缘再相见，心也永远对去。你的水是女人的情意，手中白玉的玫瑰，刻着两人的名字。你为爱守护，苦苦等千年。望月求天满心泪，一步之远心影里。明明相爱变成花离枝，今生无缘再相见，心也永远对去。你的水是女人的情意。好，唱到这里呢，这个3遍呢，2遍半就给大家唱完了哈。大家再给大家整个的说明一下第一次呢，从头玫瑰有情唱到是女人的情意，然后接着呢这个情意的意呢有这个1、2、3、4、5拍然后休息1拍，接着间奏5小节，然后1、2、3。我马上要玫瑰有情，玫瑰有情，又唱又唱到哪里？唱到这个是女人的，来，请跳这里情意，手中没有间奏女人的情意，马上又唱副歌，手中白玉的玫瑰，刻着两人的名字。你为爱守护，苦苦等千年。然后一直唱到最后是女人的情意这样这首歌就唱完了今天呢我们在家练歌，别出门以免呢被这个疫情呢严峻的疫情来跟着心跳紧张这首歌您还喜欢吗欢迎到 YouTube频道给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